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4月1号，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，這個萬科公布了自己的2025年的業績。這個萬科對於2025年巨額虧損也給出了一個解釋。有一個投資者在這個平台上問萬科，公司2025年出現大額虧損，主要原因是什麼？後續會考慮採取什麼樣的舉措改善公司業績？這個公司的回答是，對於公司2025年出現巨額虧損，給各位投資者帶來的困擾，我們深表歉意。這一結果是歷史投資失誤、經營管理問題與行業深度調整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的。他這說的倒是沒毛病，投資失誤、管理問題，還有一個房地產調整。虧損核心構成包括第一個，開發業務結算虧損突出。說行業深度調整背景下，2025年公司結算項目主要對應2023年到2024年銷售房源以及2025年去化的現房、準現房庫存，這些項目多為2022年以前獲取的高地價、低能級城市、偏遠區位的項目，受市場供求關係巨變影響，盈利結果大幅低於投資可言預期，疊加銷售價格下行，形成大額結算虧損。我就在想，萬科一直在喊讓萬科活下去，什麼黃金時代、白銀時代，現在是黑鐵時代，但是一邊喊讓萬科活下去，一邊去搞一些什麼低能級城市，因為他自己说了2022年以前獲取的高地價、低能級城市、偏遠區位的項目，所以我認為與其說是這個行業深度調整，還不如說是他們經營管理問題更大。他一邊喊着要活下去，一邊在那兒拿什麼低能級城市、偏遠區位的項目、高地價的項目，為什麼？這叫活下去嗎？也就是說，萬科反正已經這樣了，作為一個貌似還不錯的開發商，居然是這麼一個呈現出這麼一個狀態的，就是一邊高喊着活下去，一邊把錢就拿那些低能級城市、高地價的偏遠區位的項目，這是為什麼？也就是說，咱們說通俗點，就是明知前面有懸崖，也說着不能跳下懸崖，結果還是朝懸崖走下去。也就是這個原因是什麼？我覺得跟所有制有關係。這個企業不是我的，反正我也不是老闆，我是職業經理人，我賺錢，我的獎金，我要我的工資。拿高地價、低能級城市，越拿的項目越多，拿的土地越多，我是不是獎金越多？只有這個企業能不能扛得住，是不是經得起風險、經得起風浪，這關我什麼事？反正我幹2年我走了。你說這個碧桂園、恆大、融創，他爆雷還說得過去，因為他就是老闆，老闆他也沒說什麼讓什麼恆大活下去，讓碧桂園活下去，他沒有，他就是玩命的擴張，那是老闆沒毛病。你一邊喊着要活下去，一邊往懸崖那兒跳，這就是我讀萬科的他公開的資料我讀出來的。他說新增計提大額資產如信用減值，受市場下行及公司經營惡化影響，公司存量資產減值風險加速擴大。這個就是賣不掉的房子，或者現在手上的物業這是降價，這個大家都懂吧？連韭菜買的房子150萬買的，現在只有100萬了，不就是縮水了50萬嗎？萬科也一樣，他手上有很多資產沒賣掉的，或者他本來就持有的，這些資產在貶值，在縮水，這叫減值。這所有的房地產公司都有。第三個是資產處置如股權退出形成的虧損，這個就是投資的虧損。你比如說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在2023年還是什麼時候，萬科居然自己出錢增持自己的股份，增持價格是16吧還是18，後來6塊錢把它賣掉，這一筆就虧多少億。還有資產處置，就是他手上他得回笼现金，資產就是貶值了，你沒辦法也得賣回來现金，這個也好理解。2025年公司加速推進非核心資產處置，如非主業退出，部分資產受市場環境、自身經營等多因素影響，交易價格低於賬面值，產生處置虧損。第四個是經營類業務按成本法核算確認虧損，受消費疲軟、租金下滑等影響，經營性業務利潤扣除利息折舊摊銷後虧損狀態。那往後怎麼改變，怎麼改善？公司正結合當前經營實際，推進一系列針對性的減虧控虧舉措。這個說的都沒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
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破產重整，破產重整把負擔都要減掉，把这非核心資產剥離，債務該處置掉，留下核心資產，輕裝上陣，也只有這麼一條路，剩下的路都是耽誤時間。這個萬科2年、24年、25年一共虧1380億，這什麼概念？這個萬科從成立以來，1991年到2023年這32年，一共是賺了3200億，就相當於平均一年100億，一直到2023年3200億。24年、25年這2年虧掉1380億，虧掉了40%，明年還得虧。2026年萬科的崛起到它目前這個境遇，完全驗證了那句話：眼見它起高樓，眼見它宴賓客，眼見它樓塌了。萬科1991年正好改革開放是吧？這個起源於發家於深圳的這個超大型房企，30多年以後身陷囹圄。當然了，這個還不是萬科一家。如果說僅僅是萬科的話，那我們可以說這個是萬科個別公司的問題。那所有的房企都基本上都遇到困難，都在 ICU 掙扎。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第一財經今天有個報道，它是3月31號，叫100億盈利只是紙面富貴，出險房企翻身戰面臨多個難題。他這個報道和我前幾天我們介紹的《經濟參考報》報道的差不多，也就是最近有很多暴雷房企不是債務重組成功了嗎？債務重組一成功，它報表上就顯示出盈利上100億的，莫名其妙，房子一套都沒多賣，它居然盈利了。但是問題是盈利的同時，他連幾十萬的中介費，幾十萬的什麼這個就是財務費用都付不起，沒錢就尷尬了。賬面盈利上100億的，你說這就這麼奇妙？那第一財經大概也是這個意思。他說，地產企業普遍面臨盈利難之際，部分出險房企卻出現大額盈利。近期房企密集發布業績報告，一個較為特殊但普遍的現象是，多家出險房企業績扭虧為盈，比如碧桂園、遠洋集團、旭輝控股、佳兆業集團、融創中國，虧損幅度也大幅收窄。目前龍頭房企利潤空間尚在收窄，出險房企何以改善業績賬本？答案藏在債務重組收益之中。過去1年，房企債務重組出現實質性進展，前述盈利本質上是會計準則下一次性債務減記，即債務賬面價值超過清償成本的部分計入當期利潤。業內認為，債務重組帶來的賬面收益並不代表房企真正上岸。出險房企普遍面臨資產縮水風險，存量剛性債務壓力，同時大多失去擴張投資的能力。未來能否真正打贏翻身戰，仍需看整體市場回暖程度以及資產盤活的力度。对，咱們說通俗一點，就是數字遊戲，反正兜裡錢一分都沒多，但是賬面上那個數字挪來挪去的，最後盈利。問題是很多媒體它就標題碧桂園盈利，這個融創這為大幅減虧，這個公司實現盈利，讓很多人誤以為這房企要活過來了。你看盈利了嗎？這不是爆雷了嗎？對不对？已經爆炸了，居然現在盈利，很多人就產生誤解。實際上這個盈利一點用都沒有，就是瞎耽誤功夫，耽誤時間。第一財經他也說了，他中間也很長，咱們不介紹了，只介紹他最後結論：出險房企要真正恢復造血能力，這個造血能力你不能體現在報表上面，靠那數字挪來挪去，那個不叫造血能力。造血能力實際上就是你把這個房子賣出去，回來現金流。這第二個最好，你這成本是100萬，賣出去110萬、120萬，你還有利潤，那就更好，对吧？是這個意思，這叫造血能力。實現可持續經營，仍需在以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：一是加速銷售回款，盤活存量資產，這是恢復現金流的根本。這怎麼可能呢？加速銷售回款，那你得問一問韭菜牛馬答應不答應？你得指望牛馬去買，那牛馬他不買，你加速有啥用？盤活存量資產一樣道理，那東西你賣給誰呢？這個王老板他有500個萬达廣場都想賣，賣得掉嗎？沒人接盤。你想的容易，是盤活存量資產，你往哪兒盤？盤給誰？大家還記得8年前萬達盤活資產，他賣他的那個文旅項目，賣他的酒店，那都是別人搶着要，那叫盤活。什麼孙宏斌，什麼富力，為了他酒店的搶着要。你現在呢，賣給誰？同樣，你看王老板又來賣資產了，
沒人要了。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叫正確的廢話。這是恢復現金流的根本。二是業務聚焦於優化、剝離或處置非核心低效資產，轉向更注重資產質量、經營穩健和財務安全的發展模式。這也基本上是正確的廢話吧。此外，外部環境支持至關重要。行業整體銷售回暖是房企穩定經營的基礎。也就是按照專家的這個說法，你看專家說的3條基本上都實現不了，那就是這些出险的房企就是等着破產重整，就是耽誤时間。那你看看万科沒有直接宣布爆雷，但是實際上它已經爆雷了。你現在怎麼折腾那个，不就是耽誤时间嗎？銷售回款，你關鍵房子賣不掉，這是房企的一個情況。基本上咱們節目一直說，以前一再強調，能救房企的就是牛馬和韭菜。但牛馬從七大姑八大姨借錢，到處找錢，衝進市場買房的時候，這些房企才能得救，否則他們只有爆雷這麼一條路。你現在小陽春是不錯，個別城市這個數據非常好，個別城市上海，但是新房不行，賣不掉，那開發商還是沒錢。所以說這個小陽春反而讓開發商更難過，因為最後一批韭菜，對不對？有錢的韭菜還能買得起房的，他奔着二手房去了，他也不買他這個新房。那你說你還指望着誰去買新房？沒人了。也就是說，開發商應該是更絕望才對，大家能理解嗎？本來這些人能買得起房子，你好歹買新房，這開發商才能得救，結果這幫人就去買二手房去了，僅有的一點有實力的韭菜也沒了。這個小陽春咱們介紹一下，當然上海是表現最好的，因為今天4月1號，整個3月份的上海的成交量出來了，二手房一共是成交了31215套，3月份比2月份多了多少？多了176%。也就2月份一共只有11315套，那相比较而言，3月份就相当于爆發了。3月份跟去年3月份比呢，也增加了6.4%。2025年3月份是29345套，所以說上海這個二手房也顯得很火熱，稱得上是個小陽春。雖然成交量不錯，但是房價也只是企穩，並沒有量價齊漲。我們再看看北京的3月份也是小陽春，全月二手住宅晚簽量是19886套，2萬套稍微少那麼一點，也是創了15個月的新高。小陽春主要是上海和北京，剩下的深圳。經濟觀察報報道，深圳樓市2026年3月與2025年成交數據對比，2026年3月新房成交5081套，二手房成交6770套，一共是11851套。2025年3月新房成交5706套，二手房成交7146套，合計12852套。也就是深圳的新房、二手房都比去年3月份要少，也就沒有像北京、上海那樣的創新高。也就同樣都是一線城市，也只有北京、上海創了新高，剩下的深圳、廣州那還是遜色多了，一般般，比去年還要差。至於其他地方就更不值一提了。所以說這個小陽春僅僅是北京的二手房的小陽春。至於為什麼小陽春，這個咱們說過很多回了，也就是學區房。很多人年齡到了，孩子要上學，有的已經等了3年了，人現在你不買不行了，孩子年齡已經到了上學，再加上上海把底線往下一降，這呼氣條導致很多人可以買了，那趕緊買個300萬的先上車，對吧？就這麼個事。這個我覺得不是樓市的什麼企穩，更不是什麼樓市的繁榮，反而凸顯是中國式家長的這種叫什麼焦慮和悲哀，那都是為了孩子上學嗎？這種無奈。那小陽春過了，那接下來怎麼辦？現在專家已經說了，4月份別指望了，4月份就是下跌。現在叫備戰五一黃金周，為什麼呢？理由就這麼幾個，說進入4月份成交量會隨趨勢緩慢下降。有機構統計，上周6日廣州新房、二手房成交量繼續維持高位，但到訪客戶有所下行。各機構統計數據顯示，到訪量、客戶帶看量平均下滑20%左右。隨着看房開始減少，預計進入4月份成交量也會隨趨勢緩慢下降。我昨天節目就說了，小陽春很多其他城市已經出現了掉頭向下的趨勢了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你3月份必須把房子買好，4月份房產證到手，戶口遷過去，4月底5月份就要報名了，
這不能再等了。你萬一你要等到4月份再买，万一中间出点差错，耽誤孩子上学。所以这一波一般赶在3月份結束，4月份成交量就會下降。還有其他原因，市場降溫的另外原因就是小陽春行情呈現金三銀四的特點。金三銀四就是4月比3月較差，4月會季節性回落，但仍保持一定熱度，房企和客戶都在蹲守5·1節點。樓市釋放了一波巨大的購買力後需要緩衝，在經濟表現、收入水平沒有大幅改善的情況下，購買力釋放最終仍與消費力增長相關。由於整個3月市場都大熱，預計4月的樓市熱度仍能夠維持。4月中下旬大量新盤新貨準備推出，所以5·1前後市場或再次升溫。這是有的房產專家這個意見或者這個觀點，他認為4月份就不行了，5月份再看5·1。我覺得都樂觀了，因為4月份開始就是拐點，就是掉頭向下，什麼5·1都是向下，買的全買了，該買的全買了。那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，2020年3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價12792元每平米，環比下跌 0.34%， 跌幅較上月收窄 0.2個百分點，已連續第3個月收窄，同比下跌 8.55%。 什麼意思啊？這就是小陽春100個城市二手房3月份還是環比還是下跌 0.34%， 雖然跌幅窄了，但是還是在下跌的。也這小陽春房價還是在下跌，同比呢比2025年3月份下跌 8.5%。 這是100個城市，這100個城市裡面只有上海二手住宅均價環比上漲，連續33個月的下跌態勢。好了，到今天為止，所謂的小陽春可以說畫上個句號了，勉勉強強算是上海的小陽春，或者北京也算上上海的小陽春，二手房的小陽春就結束了，其他地方基本上沒什麼關係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他說2026年樓市小陽春真相，熱度僅存宣傳端，多數房東無感知。實際上簡單點說，如果你不在上海，不是在北京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叫什麼小陽春，一點體會都沒有。但是你要在上海，也可能感覺到樓市還比較火熱，一種回暖的這種現象。你其他地方，你比如說在南昌、濟南，恐怕你感受不到任何什麼小陽春。談及2026年樓市小陽春，市場呈現出極為明顯的宣傳與實際體感割裂的現象，看似鋪天蓋地的回暖宣傳，實則並未落地到真實的房產交易場景中。絕大部分城市的房東完全沒有感受到所謂的小陽春的熱度，甚至難以察覺小陽春的到來。這波被大肆渲染的樓市回暖，更像是停留在房產中介口中的口頭熱度，而非市場真實的全面復甦。而且也僅限於上海。從市場參與主體的真實體驗來看，無論是無房的剛需群體，還是手握房源正在掛牌出售的房東，都很難體會到小陽春應有的火熱氛圍。對於賣房房東而言，最直觀的感受便是房源帶看量寥寥，成交周期拉長，先由購房者拿着資金主動爭搶房源。以往回暖期裡房源搶手，溢價空間縮小的場景，在當下市場幾乎難以見到。房東們的切身感受與外界宣傳的樓市火爆形成了強烈反差，足以說明這場小陽春的水分之大。這場小陽春跟其他城市沒關係，當然是水分了。即便被全網吹捧為小陽春標杆的上海，細看市場數據與實際成交情況，也遠未達到瘋狂火熱的程度。上海樓市表現看似亮眼，實則更多是核心區域優質剛需房源的局部回暖，並非全市範圍內的普漲式復甦。整體市場依舊保持理性，不存在房源哄搶、房價大幅上漲的情況。所謂的火熱，更多是局部數據帶來的片面觀感，而非整體市場真實熱度。這個沒錯，上海外環外估計也沒什麼成交，那都是學區房，都是老破小，都買了就是為孩子上學用的。所以這個小陽春最失落的應該是那些房企，一邊吹成小陽春，一邊跟自己沒關係，而且一邊看着本來屬於自己的韭菜被別人割了，沒了。
放眼全國數百個地級市，樓市回暖呈現出極度不均衡的特徵。這地級市就更別說了，連省會城市都紋絲不動，你看地級市有什麼用？地級市就穩穩當當的下滑，沒毛病啊。地級市除了個別的，你比如說蘇州、溫州或者是什麼寧波，就個別的地級市恐怕稍微好點，其他的地级市都在叫鹤岗化，這個一點都不是危言耸聽。除了長三角、珠三角個別地級市還可以，其他地方都被迫这必然向鹤岗滑去。放眼全國數百個地級市，樓市回暖呈現出極度不均衡的特徵。想要找出10個真正實現小陽春火熱行情的城市，都並非易事。絕大多數3、4線城市、弱2線城市依舊面臨庫存高企、人口流出、購房需求不足的困境。二手房掛牌量居高不下，成交活躍度未見明顯提升，小陽春的暖意完全無法滲透到這些城市的市場中。所以說，接下來就是更加寒冷了。歸根結底，2026年樓市小陽春並非全面性的市場復甦，而是局部城市、局部房源的結構性回暖，且這種回暖被過度宣傳放大。這個說的比較客觀，結構性的、局部，而且這個也有吹噓的成分在裡面。房產中介為了帶動交易，刻意營造出全民火熱的氛圍，但真正身處市場中的房東與購房者都清楚當下樓市的真實處境。熱度只在宣傳層面，不在實際交易之中。普通城市的房產市場依舊處於平穩甚至偏冷的運行狀態，遠未達到真正的小陽春行情。最後我們再看一個小債被這個應收賬款拖垮的一個悲慘故事啊。網上一個叫自媒體文章叫0點思維的，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朋友別墅被迫半價賣掉，從幾千萬的資產到負債累累，也就是本來這個妥妥的中產甚至是有錢人，正吃香的喝辣的時候，突然晴天一個霹靂，他就從一個幾千萬的富翁到負債累累的一個叫富翁。前幾年朋友買了別墅，前面是個大草坪，後院有個游泳池，別墅有3層，足足有上千平，小區還有個高爾夫球場。朋友們笑稱樓上樓下打招呼需要打電話，廚房和餐廳就由我們家大，可是一直沒有裝修，等着收貨款來裝修，也就是賺了錢了，賬面資產很多，那就馬上去買個別墅，準備享受一下人生。買了這個沒錢裝修，等着錢回來這個裝修。朋友說，別看有別墅，沒裝修又不能住，還是貸款買的，每個月房貸6萬多。朋友還說，恆大欠我1500萬，怎麼才能解決問題？那是個大難題，真是一言難盡。直到有一天，朋友叫我們去到別墅去玩，我們很奇怪，說你那別墅又沒裝修，玩什麼呢？我們大家跑去別墅幫忙割了草，在草坪上鋪上地毯，地墊在楊梅樹上摘楊梅。朋友說，最後一次來這裡啦，明天就簽合同賣掉，5折，打5折賣掉。那個沒裝修的別墅5折賣掉還不錯，因為普通的房子有40%、50%的跌幅啊，因為這個時候別墅更難找買家。朋友不是賭徒，沒有亂投資，更沒有揮霍無度，他只是一個老老實實做房地產工程的老闆，因為和恆大合作，1500萬工程款遲遲未結，硬生生被逼到賣別墅續命。很多人不理解，做工程的不是很賺錢嗎？怎麼會被一筆欠款逼到這個地步？只有身在行業的人才懂，房地產工程圈早已是墊資幹活、賒賬生存的常態。前幾年樓市火熱，開發商強勢，工程款一拖再拖是家常便飯。朋友接下恆大這個項目時，滿心以為是大品牌穩回款，帶着團隊沒日沒夜趕工期，材料款自己墊，工人工資自己扛，就等着驗收結算，把窟窿填上，再賺點辛苦錢。可誰也沒料到恆大暴雷，一夜之間所有承諾都成了泡影。1500萬不是個小數目，對大企業來說或許只是賬面數字，但對他這樣的中小工程商卻是身家性命。商票逾期，賬戶凍結，回款無望，一邊是開發商遙遙無期的結算，一邊是材料商天天催款，
工人等着發工資養家，銀行貸款到期要還。那段時間他肉眼可見的憔悴。曾經意氣風發的老闆，天天愁得睡不着覺，電話從早響到晚，全是催債的。他說最難受的不是沒有錢，是對不起跟着自己多年的兄弟，對不起信任他的家人。萬般無奈下，他只能主动动別墅的主意，也就是賣別墅，半價賣掉別墅，換來的錢一部分還了材料商，一部分發了工人工資，一部分填了銀行貸款。1500萬的欠款沒追回，自己半輩子的積蓄先沒了。恒大暴雷後，上下游2萬多家供應商被拖入深淵，無數像他一樣的工程商、材料商、包工頭拿着逾期商票，守着未結工程款，從身家丰厚走向負債累累。特级资质建築企業破產重組，小施工队直接倒閉，多少老闆從開豪車住豪宅變成失信被執行人，甚至被迫賣房賣車還債。這不是某個人的失敗，是整個房地產供應鏈的悲劇。開發商的風險最終全轉嫁到他們身上，房企的債務窟窿最後靠他們賣車賣房來填。他們不是資本家，不是投機者，只是努力幹活誠信經營的創業者。我以前的恒大一暴雷之後，我天天講这個，很多人他理解不了。你看现在是吧，就是我总说恒大、融創、碧桂園，他總得有買單的人吧？那誰買單？樓市下跌，房價下跌，千萬萬個買房的人成了買單的人。同時這些房地產上下游的產業鏈的這些人也是買單的人，他們傾家蕩產。債務是剛性的，資產是彈性的。什麼叫資產是彈性的？就是恒大欠你1500萬，那個是彈性的，可給可不給，可給500萬，也可給1500萬，也能給1000萬，也能一分不給，這叫彈性。剛性什麼意思？就你欠銀行的錢，你欠工人的工資，你欠下游供應商的錢，1毛錢不能少。那你說你扛得住嗎？恒大這個1500萬肯定是要不回來了，因為恒大現在是破產清算，這些普通債權約等於清零。但是你欠銀行的錢你不能不給，你欠工人的錢，工人天天上你們家坐着，那他最後只有对吧，賣房賣車填這個窟窿。而這個局已經拖了5年了，現在到了買單的時候，這就是我一直說的，要早點破產重整。你早破產重整，像這樣的包工頭，他早點輕鬆，房子車子一賣，該送外賣送外賣，該開網約車。要不然他總覺得，你看我還有個別墅，我有錢的很，恒大欠我1500萬，你讓他送外賣開網約車，他感覺還不情願，他總幻想着把那1500萬要回來。所以整個市場要出清，就是要清算，這樣大家輕裝上陣。你沒了，你那個都是泡沫，破了，夢破了。你現在就是送外賣開網約車，要麼開貨拉拉，拋棄幻想。這麼多頭部房企暴雷，你說影響有多大？要時間消化，現在也差不多了，該出清，要市場化、法治化。所以在還沒有完全爆炸的衝擊波啊，還沒有完全消散的時候，居然有人天天喊着樓市回暖，還要上漲，還要忽悠人去接盤，還琢磨着漲。至少這個衝擊波過去了，大家該破產的破產了，該送外賣去了。這個時候說慢慢的穩住了，你那個時候再聊這個樓市是不是穩住了，能不能不會再跌了。你現在說樓市回暖都早了，這5年這些上上下下的供應商、承建商都是自己死扛，一直不願意接受現狀，接受破產的現實，自己到處東挪西湊的去還錢，越還越陷越深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